好，咱来请前奏。谢谢师母。咱第一场的礼拜怎么要开始？照讲。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的所在有宽容甲欢喜。八事中的达族啊，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带着礼物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用圣洁的装塔敬拜耶和华。圣诗39首，阿罗主敬拜主甲万代，会众请起立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主导圣经来宣告，咱一完起来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临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上将国活就天，搭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主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的课文吼，二诗篇20篇，课文20篇，诗篇90篇吼。咱来课用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也袂受造，大地甲世界犹未造成。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你互头份的人归回头份，讲人啊，着回归原本。一千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这声你用大水，你用大水，互人冲走。人生亲像一场迷茫，亲像草早起时不语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暗时凋谢打去。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，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，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，阮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0，若勇行通到80，阮得到的不过是路口忧愁。人生亲像搭飞10000年久就过去，啥人感受会到你的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阵才会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。你互阮一生有遮济艰苦灾难，求你透早互阮享受着你的慈爱。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，求你互阮一生有遮济艰苦灾难，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这声，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。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上帝众百姓啊，恁着尽心敬虔欢喜，拍手尽大力的声来学了万军的耶和华上帝。伊是创造天地海，海里一切完美的主宰。伊是荣耀的大君王，是过去、现在、掌管未来的上帝。地邦的贵族自少要做阿比拉罕的上帝百姓，因为伊是世界的盾牌，是属地上帝。伊要做咱的上帝，咱也要做伊的子民。伊会来治理万国万民万邦。虽然现在世界充满着节节不安、迫害、病毒、战争，主啊，你做阮的大牧者，阮也是你草场的羊群，帮助阮。安静听谨慎来跟对你，坚固信心、祈祷、忍耐。主啊，我嘛有走袂失伊的羊仔，求你用你的腿、你的拐来安慰扶持因。主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前的光。耶稣对妇人人讲，毋通为我哭，恁着爱为着恁的囝儿来哭。
对兄弟讲，恁爱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祈祷，搁劝勉迄众人恳求祈祷，求恩典祝谢，替拢总的官府求，互咱凡事敬虔端庄，通安然来过日。伫即个青少年主日，圣经也讲到，少年人啊，你伫少年的时着快乐，伫少年的日子，互你的心安慰。你也照着你的心所爱的，甲目睭所看见的来行，总是你着知，为着这一切，上帝要审判你，所以着互忧闷离开你，你的心也对身躯拄起歹代。阮恳求信心来引带囝儿，阮的后一代，一生行入基督的道路，搁来认目主耶稣，服侍你，用着主互阮的恩赐，尽心尽力来服侍你。求主信心赐互阮做父母的有属灵的眼光，帮助阮的细囝照着你的话来说日行。阮今早也恳求信心来充满着潘牧师，照着伊的话，互信心来充满伊。伫讲台分享的信息，也要真做阮兄弟姊妹伊的帮赞，勉励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报告。本会消息：为着本主日的中会所定的青少年曙光主日，青少年曙光派着潘志豪牧师代表庆安讲道，敬请兄弟踊跃为着青少年的曙光奉献，关心大道。第二，社会公告：因应本土的疫情，为着要来教会组织车专程来戴口罩，配合量体温、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。并鼓励使用台湾的社交距离 APP， 台湾社交距离 APP 下载，咱的蓝牙 AI 开开。然后第二小点，咱若有发烧还是呼吸道无爽快的，比如发烧、流鼻水还是嗽，就被匡列为密切接触者。好，拢爱离自主防疫自主健康期间来管理。咱也会使伫厝借着 YouTube 来收看主日的礼拜直播。第三，本会伫5月25号起，每礼拜三暗时8点，祈祷会要改伫主堂来聚会，也有线上的直播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四小项，咱也有卡只因为其他原因，互人通知爱做接受 PCR 的快筛建议来检验阴性了后，才来教会。第五小项，本会定于6月26日下昼的3点，要伫本会主堂举行70周年林思恩传道彩排感恩的礼拜，敬请兄弟来观礼，同颂主恩。为着统计人数参加要伫，请伫6月12日。前伫柜台来登记。第三，本会定于6月19日第2场的礼拜举行洗礼式。咱迄天有2场的礼拜要联合，也要接受洗礼者、洗礼、更新礼、小儿洗礼，请伫6月7日前往办公室来报名。也无参加幸福小组的，必须要参加信用个别课程1点钟。第四，6月初3端午节是国定假日本会办公室要休困1天，请兄弟来注意。第五，后礼拜日6月初5暗时8点要召开6月份的定期中职会，地点是伫主堂，敬请全地中职出席，机构首长甲东港来列席参加。第六，下周的主日6月初5，高岛屋主日，高岛屋的主日，这个高岛屋的董事长郑伯仁牧师要来讲道庆安募款，敬请兄弟来备办心奉献。具体消息，总务组定于本主日第2场的礼拜后要召开会议，地点是伫地下室的小会议，敬请总务同工来准时参加。第二，合作社青少年创业贷款的利率是3%，咱
咱若年岁满20岁，啊，甲45岁以上，甲40岁、45岁，昨日甲11月30日，这额度吼，咱若满了了，就要停止来受理申请吼。不动产抵押的贷款利率年息1.8%，欢迎社员老议员要贷款的，还是要转贷的，请合作社来洽询办理。第三，核心牧区与思亲儿协会订立6月11号9点到12点，要伫敬拜中心来举办福音茶会，欢迎有意愿的参加同工，伫6月初5以前办公室来报名。告解消息，咱请潘牧师。阮福蒙甲牧者合意祈祷会定伫6月初5下晡3点举办信心降临节，城市祈祷线顶的直播吼，所以请兄弟会当伫线顶来做伙来参加。以上。咱今仔的圣经是伫士师记15章。15章的18节，我来读恁来看吼。参孙喙打交结，就求叫耶和华讲：你既然用你的落魄的手行遮大的拯救，总无我打着用喙打来死，含着无伫受教咧伊的人的手吗？上帝就互利希达有所在的纳乌的所在离开，有水对遐冲出来。参孙啉了精神福德，搁活动，对安尼好，迄个水泉叫吻合高丽，迄个水泉到今仔日犹伫利希，搁有掀开16章的28节。参孙祈祷耶和华讲：主耶和华啊，求你赦念我，上帝啊，求你使我尽即摆的困难，互我为着2蕊目睭对非利士人做一解报仇。以上赞美咱请妇女圣光队。
咱多谢妇女圣歌队唱出遮尔美妙的歌声。讲到搁努力一届，咱请班牧师。真欢喜，阁是伫台语礼拜，互我会当练习台语的时间，也互阁刘英兄姐会当练习你的听心甲耐心，也练习你的听力，有自信的听无。所以牧师常常讲一句话，若是你练习啥物，你就得到啥物。你若是常常讲台语，你的台语会愈来愈好；但是你若是常常听破无水的台语，你的耐心甲听遐心就会愈来愈好。所以就讲咱来彼此来学习，彼此来练习。所以练习啥物，就对着啥物。你若是练习，平常时拢练习即个埋怨，拢练习讲别人歹话，你就得着口头怨恨，敢毋是？你若是拢常常咧练习即个看无好诶，看无好诶物件，还是讲拢无练习伫浪费时间伫手机甲电视，还是讲浪费时间伫即个不应该做诶代志当中，你诶一生就拢无做着啥物。所以讲对青年来讲，啥物物件上重要，就是因诶时间上重要。咱拢知影讲，人诶一生当中上好诶时机、学习诶时机，就是伫青少年诶时阵。所以伫青少年诶时阵，因诶头壳会当吸收真侪物件，因也会当学习真侪物件。因所吸收的，毋来伫学校当中吸收；因所学习的，毋来伫课程顶面来学习。因较较侪的学习甲吸收是伫社会、甲家庭以及甲教会当中。若是伫社会甲即个家庭当中，有时无法度互因正确的想法甲正确的即款的即个价值观，做是伫教会当中。咱嘛爱反省讲，咱所讲、所做、所听，敢会当互青年好诶即款诶见证？因所看到，敢会当见证因诶信仰？那因所做，敢会当见证？因敢会当起造因诶信仰？所有诶长辈嘛都爱反省。今仔日我毋但是代表中会诶青年事工部来请安报告来募款，我也爱为着所有诶青年诶事工。以及青年的宣教事工，甲大家来提醒，青年事工的成功，毋是青年拍拼，还是青年牧师，还是任何一个青年工作者，是所有的兄弟甲长辈愿意成全，愿意为因祈祷，愿意伫咱的使命当中，成做因的好的见证，成做因好的学习的典范，成做因会当来军队即款的角色，所以因会当来慢慢来练习。会当来练习军队好的即款的典范，所以即马伫全台湾的青年牧师因串联做一个阿婆索29，意思就是讲使徒行传29章，迄使徒行传28章以后，搁甲写落啥物人来写？青年来写，青年来写，因伊咧写的时阵，毋但是对，搁着青年以前遐的使徒。因是军队，因所看会到、听会到，才会信仰的前辈；因所看到、听到，所军队才会信仰的前辈。所以，当咱伫礼拜的时阵，拄久因自然就无想要爱来礼拜。当若牧师讲道无好我准备，伊自然嘛无想要来听讲道。所以我常常咧听，我常常咧想即件代志。敬拜上帝，总是牧师的时间，讲道时间占2/3，到占一半1/2。安尼敢有咧敬拜上帝？有啦。所以敬拜上帝，真正敬拜上帝是安怎？我分享上帝的道理，然后恁吸收以后，恁出去活出上帝的道理，去实践上帝的道理，去做互别人看。安尼才是敬拜上帝。敬拜上帝毋但是伫礼拜这个空间当中尔，敬拜上帝也毋是伫咱即个时间而已。敬拜上帝是所有兄弟受差遣你出去以后，伫生活当中、家庭当中、工作当中，伫甲人的对职责当中，来见证上帝荣光甲上帝的大权能。这伫青年牧区的定义，伫学青牧区的定义是啥物？伫这个学青牧区。阮的目标就是伫透过服侍
起造学生的信仰，透过服侍起造学生的信仰。因伫青年伫学生的时阵，尽忠委身服侍，当因出社会以后，因也会当献身委身服侍伫因所徛起的教会当中。有个人甲我讲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拜托诶，阮囡仔吼拢无来教会啊！啊，恁仔几岁啊？啊，30几岁啊？哎，哪有来教会？啊，我毋知啊。伊讲头路介无用啊。啊，有诶是讲，哎呀，牧师拜托诶啊，已经大学啊，伫外地读册拢无去教会啊。哎哟，哪无去教会？我毋知啊。啊，我甲问，我国中甲高中都拢咧补习后，拢无去教会生活啊。有啦，我细汉年主日学有去教会啦。总是我大汉以后，我都无去教会是关呢，去也听无啊，去也毋知影要做啥物啊，大家都甲我无熟啊。所以因若是来请做礼拜减时啦。为虾米？伊有6档拢毋捌来教会做礼拜。为虾米？因为家长要求读册较重要，考试较重要，考着好学校以后，信仰以后再来讲。若是咱所有家长甲信仰放伫第二线，若是咱所有家长来讲，有来做礼拜就60分啊。哦，毋是哦，有来做礼拜就100分啊，基督徒啊。所以因的信仰就是安尼，有做礼拜就100分啊。若是我有久啊，掀开圣经，也是讲久啊，经过教会一摆，安尼我就60分啊。也是讲过年圣诞节去教会，安尼60分啊。啊，所以就讲伫敬拜上帝，毋是讲伫牧师伫顶面一直细细念，一直讲。我会负责任呢。若是恁困去，我会负责任呢。来去天堂的时阵，上帝审判讲，朴牧师，你也无好呢，你无法度享福呢。为虾米？因为你讲道大家拢在困，因为伊出去无法度换出信仰来，因为你讲因听无啊。纸求你写变换，因为我台语无好。但是你有一点好，朴牧师，当你讲台语的时阵，锻炼因的耐心甲听心。所以大家敢有当刷落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会交互阮牧区的青年，甲大家分享伊的信仰见证。可能台语无啥练转，可能伊的即个见证，伊的了会紧张，但是大家仔细来听。伊为虾米来游唱？伊为虾米会伫学生牧区当中有受到虾米款的造就甲装备？伊生命有虾米款的改变？有真济真好的即款的稳定伫游唱的学生牧区当中。所以咱拍鼓仔来欢迎阮学生牧区的青年陈建豪来甲咱做信仰的分享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学生牧区的建豪。我即马大学1年级，嘿。今仔日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。即马我来到油厂嘛，已经2年外，嘿。感谢主，互我伫即2年来有真侪即个成长。来到油厂以前，我其实会当讲，我是一个无学习的基督徒。因为我对即个信仰无想要了解遮侪，嘛感觉即个信仰无啥物重要的。讲到读圣经，绝对无即个代志。若是祈祷，偶尔想到才会就是祈祷一下。嘿，若是有需要，搁祈祷就好啊，无逐工咧祈祷的。若是讲到服侍，讲到有啥物活动，我嘛是被动，嘿，就无啥物主动。嘛是因为中间发生一点仔代志，互我对上帝真无了解，所以我就离开教会有一段时间。差不多在前年，我来到南马溪，就有一天就看到我的高中的同学，伊伫伊的社群软体就发布一个学生牧区的即个活动的消息。
嘛是因为迄个时间嘛有一个感动，所以我就来到油厂。来到油厂了后，其实一开始嘛无啥物想要更加了解，就想讲来聚会来小组，就转去就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毋过感谢主伫即段时间，透过圣经伊的话，搁有潘牧师，还有那时候的小组长，那就有关心，搁有一直教导。那在这当中，就是不断的，就是更多去明白，上帝是安怎的上帝，嘛是去明白这个信用。嘛伫咧这中间，我就开始愿意去服侍，就加入舞课加 PPT 这个服侍。嘛伫咧这中间，学习足侪，对。嘛感谢主。伫咧后壁嘛，互我去参加维克特甲怎样这个营会，嘛是伫即两个营会当中，互我更加明白神，嘛是这个在心里，就是神也点燃这样一个烈火在我的心里，那也是去修补安尼过去无啥好的过往，所以我嘛开始咧想，我会当为上帝做啥物，嘛是伫即个时阵，上帝就开始去感动我，去甲我讲我会使做啥物。上帝一开始叫我去我的校园里面设立即个校园祭坛，就是聚集嘛是基督徒的同学，咱着每一个礼拜拢有一工组织，来为咱的校园祈祷。然后主嘛，互我去成为一个小组长，对，所以嘛是真感谢耶稣的拣选。那头拄仔讲的遮个过程，看起来真顺利，其实嘛无，因为中间嘛是有家己的一个顾虑甲踌躇，因为就亲像校园祭坛来讲，迄当阵上帝互我即个感动的时阵，我嘛是想了足久，嘛是拖了足久，因为一开始伊伫我的梦中，就互我看见，互牧师带着我的同学，就伫咧教室内底，逐个拢咧举手，逐个拢咧大声的祈祷。迄时看到迄个梦是很真实，所以我嘛真感动。毋过即个感动还袂就互我会当去付诸行动，所以我嘛是即个中间嘛是一直祈祷，嘛是一直用神的话，一直加强我的信心。所以就慢慢的，因为明白这个信用，对这个信用有了解，所以会当去设立这个校园祭坛。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服侍，因为咱会当为咱的校园来祈祷。甚至迄个时阵，咱的校长有时阵嘛会做伙来甲阮来祈祷。伊毋是基督徒嘛，但是伊对咱真正是有支持嘛，对咱真有兴趣。嘛伫咧圣诞节的时阵，咱们甲校长嘛做伙伫校园内底，咱就来发糖果。然后我们那时候阁有一个代祷的这个单嘛，发互咱的同学。那伊有需要，咱嘛会当为伊来代祷，对啊，所以这真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服侍。那至于这小组长的服侍，嘛是真感谢主。迄个时阵，我的小组长就问我讲：“你敢有愿意，就是去接这样带小组？”迄个时阵，我嘛是有想一个，因为做小组长就是爱。时常去关怀你的组员，就是爱就是另外开足侪时间。毋过嘛感谢主，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不断的互我感动，嘛是互我伫即个当中有愿意出来。所以即马
大了即个小组嘛，已经要有1年啊，所以嘛是感谢主。所以讲，即2年的时间，其实讲短嘛毋短，讲长嘛毋长。啊，毋过上帝煞会当伫即个时间中间去互我有遐尼侪成长，互我有遐尼侪迄个稳定，甚至互我即马真正是学习啊足侪，所以嘛真正感谢主，互我成为他的好同工。嘛是真感谢学生牧区，无论是潘牧师，无论是遮个领袖，拢真正真用心的伫咧关怀，嘛真用心的咧教导我们，我们对即个信仰、对上帝有更加的明白。多谢大家。所以我常常甲遮个青年讲，甲遮个领袖讲，咱咧教毋是教因摄影礼仪，也是着爱教因委身，教因伫即个信仰当中认真啦吼。毋是教敬拜礼仪，也毋是教敬拜礼仪，也毋是咧教遮个音乐礼仪，是教因爱安怎来亲近上帝，用即个搁较济即个时间，用搁较济性命。当咱对上帝认真的时阵，上帝就对咱的性命来认真嘛。当咱对上帝认真的时阵，上帝就对咱的祈祷认真。若是咱的祈祷甲聚会拢清清彩彩的时阵，咱感觉讲，咱的祈祷上帝敢会来认真来听。若是咱做礼拜，也是讲咱的平常时的性命，拢老老错错、清清彩彩的时阵，咱感觉咱的信仰敢是有根基的。所以伫拄仔的即个启蒙当中，特别选真水，就是讲求你教示阮少年讲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因为伫你看1000年，亲像过一日啊，也亲像过困一醒。互阮的一生当中受的苦甲喜乐拢有真济。总是咱少年所有的苦楚甲喜乐，拢是伫上帝的手中。所以伫青年的时阵，因就会当来学习智慧的心，会当少年伫因生活当中拄着好甲无好的代志，伫因的生活当中会当少年上帝的恩典，伫因少年恩典以后，因会当真做因的行动来去委身，来去服侍，来去为主来做见证，毋若是讲利益，是行出上帝的恩典来。所以，常常我讲，咱有一个灵，或者高级的灵，无法度互咱看我跟上帝。高级的灵是啥物？咱无法度接受天父上帝的听。咱因为咱可能受到咱原生家庭的限制，咱的原生家庭，咱的爸爸无法度甲咱有真亲近的关系，还是讲出世就是单亲家庭，还是无爸爸无妈妈。所以，直到讲咱无法度去完全接受伫天父上帝的听，高级的灵，互咱无法度搁较来接近天父上帝一步。所以，伫即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，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，毋但是即个细汉后生，伊有高级的灵，直到伊离家出走，直到伊伫外口废堆利益，连大汉后生。伊嘛是内面有高级的灵啊？为虾米？因两个拢无法度去了解天父，因的爸爸对因的疼。直到讲，即个第二个后生离开家庭，出去飞雷以后转来，伊看到伊爸爸的时阵，却毋怕搁头前搁行一步。一直等到讲伊的宝贝走去伊的面头前，甲揽掉的，吩咐其他萝卜讲摕衫互穿，摕金即个手指甲挂，为着是要恢复伊囝的即个身份。当因咧欢喜快乐的时阵，大汉仔后生转来生气，伊嘛是徛喺门口，毋愿意搁行前一步，生气。结果，伊的爸爸就主动行去到伊的大汉后生面头前，甲讲：为什么生气呢？我所有一切拢是你所有。这是咱信仰向顶啊，一个用敬兄甲天父上帝保持距离啊。
一个用生气甲天父上帝保持距离啊。咱用啥物？用这个保持距离来触发咱家己，也触发天父上帝。因为我无法度感受你的听，所以我到这安尼就好啊。我做礼拜就好啊，我有来就好啊，我有祈祷就好啊，我安尼就好啊。咱无法度搁前一步，为什么？因为咱高二的灵有惊吓，有生气。我祈祷上帝也无听啊，牧师。我搁较济去服侍上帝嘛是安尼，我性命敢若安尼而已啊。我家庭嘛是安尼啊。牧师，你讲啊真好，总是我无法度前搁一步，因为我内面有高二的灵，有惊吓甲生气。我对上帝惊吓，因为我做了无够好；我对上帝生气，因为我做较好，我也无得到什么手术啊。只是天父上帝要主动行你，伊要甲你揽，伊要甲你讲辛苦，恢复你囝儿的身份，然后伊要甲你穿新的衫，挂金手指，然后伊要甲你讲，若是你真忠，你就免生气，天顶所有一切福分你都有，你毋通只有笑脸。只有数算你所得到的艰苦，你毋通只数算你伫教会当中做什么代志、什么代志、什么代志，结果咱的头壳真奇怪哦。心理学家讲，咱常常拢会想起讲无好的代志，好的咱拢记袂牢，无人对咱无好，咱拢记牢牢。有台语一句话讲得真趣味，嘛真有道理。哦，这个十工食饭，袂堪你一工食糜。有听过这句无？还是讲毋对？喂，你有听过无？有嘛？是敢是安尼讲？毋知。毋爱目睭遐大，你甲我看啊！我感觉我家己做毋对代志。应该差不多安尼哦，是毋是无错安尼啊？意思差不多啦吼。伊就讲哦，我请人食饭哦，食10工啊，总是哦，请伊食啉糜，食解后，伊就起性地啊，讲，哇，对我真无好呢，哇，食糜呢，好做歹呢，拢无甲我款待呢，我生气。伊就去食吼，有一个去食，伊伫咧路边讨钱，有一个先生吼，逐摆经过的时阵，拢有伊100块，逐工的啊。过6工经过拢100块，一开始哦，多谢哦，好心的有好报，上帝保护你哦，上帝互手术你大趁钱哦，好心的多谢哦，100块放落，大概就好心的，下昼的先生多谢哦。到有一工哦，迄个先生毋是放100块，放50块落去啊！哇，迄去食看迄50块，甲认你啊！哎哟，今仔日那是50块，迄个先生讲带一条讲，哦，是因为安尼，我结婚啦，所以吼，我厝呢开销较大，我吼袂当搁逐工你100块，我减少变50块。哇，迄个去食气歹呢，去揪迄个先生的衫呢，讲你甲我的50块摕去饲别个查某人哦。甲我50块行来，原本就毋是伊的啊，原本就敢得到恩典，敢若上帝欠伊的共款呢。得到上好的物件，敢若上帝欠伊的共款啊。所以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士师参孙伊所做的祈祷，伊受上帝敬重呢，总是伊一生只有做2摆的祈祷尔呢。伊公开祈祷，一个阁是私底下祈祷，喙焦无水好啉啦，上帝祈祷，特别死去上帝来呼求啊。第2摆公开祈祷，目睭红乌去，互非利士人当作精神来欺负，所以伊伫上落尾的时阵发出这个祈祷，2摆祈祷上帝拢有听。照伊所祈祷的，甲成就。上帝听伊百姓的呼求，
无毋对。伫出埃及记的时阵，上帝呼召摩西讲：我已经目睭天开，看见我百姓的苦楚，我的耳仔拍开，听见因的呼求，所以我要拯救因。咱伫痛苦当中的呼求，上帝当然是会听，要照咱所呼求的来甲咱拯救。所以呼召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实施参孙的任务，也是要解救迄时的以色列人脱离对敌的攻击。所以当伊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听伊的祈祷。安尼问题出现啦，多数是毋是伫上困苦的时阵，上帝祈祷安尼就好？你讲嘛，一生祈祷2摆，伫困苦的当中上帝祈祷安尼就好啊？其实毋是啦，祈祷毋是时间有偌久，还是讲伊的次数的问题，祈祷几摆的问题，是对咱的祈祷。咱的祈祷是对内心会对上帝真实的呼求，总是毋是大家拢等咱拄着困难以后，再来呼求上帝。临时来破上帝的脚的信仰，是真奇怪的信仰。所以谨慎祈祷是帮助咱免伫陷落试探甲苦难当中。无人介意陷落痛苦当中。就亲像咱无人真意爱到是真重病啊，才送去诊。咱流仔就痛苦的时阵，是毋是紧去诊所解决咱的痛苦？总是为什么咱的信仰当袂到咱的性命出现困难、困境、艰苦的时阵，咱再来求别人哦，毋是家己祈祷，是求别人为咱来祈祷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己袂晓祈祷嘛。因为平常时都袂祈祷嘛，因为平常时你都袂晓祈祷。我去训练别个教会 RPG， 训练规下晡真好，大家目睭有领受，真有感动。为什么我感觉因真有感动？因为真侪人的目睭有光啊，有一个火热的心啊。若是会有火热，有领受，看因眼神就知啊。若是因无领受的时阵，因面拢乌乌啊，安怎乌乌？困互你看，安尼乌，安尼是白。眼神放空，就代表讲因无领受嘛，就是安尼。到落尾的时候，我邀请伊讲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只有我大声咧祈祷，你感觉迄情形真奇怪吼？伫咱教会，咱友情教会，咱讲，咱做伙出声祈祷，大家哇，我大声祈祷咧。当时伫迄届，我邀请因讲，咱呼求三声主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变做我家己咧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祈求你！奇怪，哪拢无人对我祈祷？你若安尼足尴尬，你知影？我会奇怪。出声祈祷，敢是真奇怪，袂啊！出声祈祷是互咱搁较专心嘛。出声祈祷是互咱搁用当你伫上艰苦的时阵啊，当你伫想要上帝得食即件代志的时阵啊，你敢袂出声祈祷？咱细汉的时阵，若是真正想要依赖即个物件时，咱是毋是牵妈妈的手，讲妈妈拜托甲我买这？还是你牵妈妈的手，拢无爱讲，一直爱看？当然是出声祈求嘛。所以平常时若是无训练的时阵，你袂晓祈祷。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也是袂晓祈祷。当你拄着困境的时阵，你也是袂晓祈祷。你找无人好帮助你，所以谨慎祈祷。是训练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咱的 RPG 就是安尼，千万毋通一个人 RPG， 照杨道诺牧师所讲的，2、3个人靠做名组织。毋是杨道诺牧师讲，是圣经讲。若是2、3个人靠做名组织的时阵，
上帝就甲咱三个伫定，上帝就甲咱同在吧。你一个人祈祷，差不多3分钟5分钟，你就祈祷煞。你搁较搞时间，搁较长的时间方言祈祷1点钟结束。这是咱若是有属灵的同伴的时阵，会当互相来扶持的时阵，咱的祈祷会当持续，会当继续落去。所以伫教会当中真孤单，咱有兄弟姊妹啊，咱有真侪同工朋友，总是咱无属灵的同工。属灵同工是要做啥物？用祈祷互相来扶持，会当彼此相敬，提醒咱所行的毋对。丰东教会曾建平牧师是我真好的朋友，伫即个新学院的时阵，伊的人甲伊的名共款，正平吼，又正又公平。他做人是很正直的人吼。伊定定提醒我，你好啊，拜托你的鞋仔爱穿好好。你好啊，拜托你讲话莫遐大声。你好啊，拜托你食物件毋通安尼。伊拢会甲我提醒，伊会讲安尼较无好哦。伊用温柔甲我提醒。伊大我无几岁，大我2、3岁而已。总是伊的性格真稳重，真即个稳定，真成熟。所以伫伊虽然是我真好的朋友，总是伊也是诚做我真好的兄哥啊，吼。阮2个年岁差不多啦，总是伊也诚做我真好的兄哥安尼。所以有 RPG 内面，若是有人做来甲你祈祷、甲你提醒的时阵，咱的性命就会无共款，互咱的性命袂直行跋倒，互咱的性命无一定行伫困境甲危机当中。所以牧师常常讲一句话：管理就是帮助你，无陷入危机当中啊。若伫危机当中，若是阁无好管理，你就陷入困境当中。好，所有的生命拢会拄着危机嘛。你的健康，你平常时拢无咧管理你的健康，是毋是有健康的危机？你若是去体检的时候换拢红字，你阁无好好去管理你的生活的时阵，是毋是你的健康就陷入困境当中？经济嘛共款啊，经济你若无好好去管理你的经济，是毋是你就陷到即个经济危机当中啊？摕到钱乌白开啊！初5摕到钱，初6就开了，以后是要安怎生活？然后你又去借钱，借钱以后，你的生活经济对着困境，借到无所在好借的时阵要安怎？生命就陷入困境当中嘛，生活就陷入困境当中啊。然后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己的关系、你的工作，完全就拢出问题啊。所以即个 RPG 也是讲基督的生活，就是咧管理咱家己生命嘛。互咱的生命袂陷入危机甲困境当中，小组的生活嘛是咧帮助咱、提醒咱，无陷入危机甲困境当中。因为准时参加小组、定期参加小组，都是咧帮助咱脱离危机，帮助咱做生命好的管理。所以咱今日所看的参孙，有好的开始，总是伊成功一半。咱讲啥物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但是参孙他刚好相反，好的开始他只成功一半，成功的一半跟只成功的一半差很多。你讲伊失败，但是伊出去相争拢赢呢？伊杀死真侪非利士人，杀死真侪以色列人的对敌，总是伫伊家己个人的生活失败，总是伊伫伊个人的生活失败。参孙的出身是一个新亚，伊的母亲无度怀孕，但是天使对参孙的妈妈来讲，你要生囝，你的这个囡仔爱诚做理俗人。啥物叫做理俗人？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葡萄所做的物件袂当啉，袂当食；葡萄酒
厚的、薄的，袂当食，袂当啉；葡萄干袂当食。为什么？葡萄是代表讲伫世间的享受，你袂当伤过头享受这个世间。第二，头鬃袂当剃，为什么？代表互人看起讲你是礼俗人，礼俗人为上帝来为服侍上帝的人。一般的人拢是一段时间做礼俗人啦，就是讲我伫即个月我就是爱争取我家己，因为我要服侍上帝。总是伊是一生啦，即款的人真少。伫圣经当中只有撒母耳甲参孙离异。第一，袂当啉酒，袂当食葡萄所做的物件。第二，伊头鬃袂当剃，袂当伤过注重家己即个外在的即款的状态。第三，袂当摸着尸体。伫《申命记》当中清楚地讲，等因爸爸妈妈过身的时阵，伊也袂当去甲送。为什么？伊就无意思，就是讲，莫受到世间的亲情的牵绊，你就是爱专心来服侍上帝。总是参孙这三项，犯两项啊。第一，伊拍死狮，对狮的即个尸体当中摕蜜来食，伊敢知影这毋对？伊知啊，所以伊甲迄个蜜摕互因爸爸妈妈食的时阵，伊拢无讲迄蜜对倒位来，伊嘛知啊。明知故犯。第二，葡萄酒袂当啉，葡萄袂当食，但是伊咧结婚的时阵，伊选伫葡萄园当中，照啉照食照耍。然后伊受到情欲的即款的捆绑，伊看到一个水的查某，伊就因爸爸妈妈就讲：哎呀，迄外邦的查某呢？咱伫以色列人当中嘛有真好的即个姑娘仔呢。咱伫咱的即个以色列嘛有洗妹安酱呢，为什么你就一定爱去找外口的？哎呦，甲因爸爸妈妈讲，我看到就介意啊！这介意的意思伫原文是一见钟情啦。我看伊我就一见钟情啦，所以我看到我母师娘嘛是一见钟情。真的，我看到嘛一见钟情，但是我学无亲像参孙学袂换，我嘛有加头鬃。我嘛无啉葡萄酒，我毋是礼俗人啦。总是，伊就一定换，因为过了段婚姻嘛，到落尾伊的某叫做大利拉背叛爱情，背叛婚姻，将伊的即个快乐的来源，甲非利士人讲，落尾伊真辛苦，真可怜，伊的头鬃剃掉以后，我无气力，然后目睭互乌即个双眼互乌去，然后互人当作真精生共款苦毒，甚至到上落尾的时阵，因有闲就甲即个参孙拖出来，欺人、欺负、糟蹋、侮辱。到落尾的时阵，参孙做即个上落尾期待。即个祈祷的时阵，伊毋是讲伊头鬃生出来、发出来，伊气来恢复，是伫咧困境当中，搁一摆因上帝上落尾一个祈祷，主来帮助我，是伊真是认罪悔改，所以上帝互伊气力，是伊搁一摆伊想起伊一生的任务，所以上帝搁互伊气力。咱生命当中常常拄着跋倒，咱生命当中常常拄着困苦。咱生命当中常常对着失败，有人讲失败无可怕，总是我要讲失败真可怕。人听他讲失败无可怕，可怕是什么？我要讲失败本身就可怕嘛。你去看迄抗癌的人，伊讲一摆讲验出来癌症的时阵，你甲讲失败无可怕，失败本身就可怕。咱要做的代志就是管理咱的性命，互咱无搁再失败。当咱失败的时阵，咱让我靠上帝，搁重新站起来，再努力一次，再努力一次，做给年轻人看。当他们很努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再努力一次。等因真落力，真有气力，真热心咧，服侍的时阵，咱帮助伊，搁再努力一次。咱生命伫迄度跋倒，咱搁再努力一次。失败本身真可怕，无任何理由，无任何道理，
总是上惊的时阵是伫失败当中，佫袂晓去祈求上帝，佫袂晓祈祷。上惊的就是伫失败跋倒的时阵，佫袂晓度，无法度，迄高热啉，佫无法度，互你佫提拔上帝，佫行紧，佫行佫较紧呢。佫努力一摆，佫拍拼一摆。你伫即个食猪甲猪抢物件的时阵，你着徛起来，我佫拍拼一摆，落上落尾一摆，我转去我的家，我天父的厝。我看见我虽然无法度头前佫行一步，总是我的方向正确。落尾佫努力一摆，上落尾佫拍拼一摆。一生做两个祈祷，总是迄是我上心内上深的呼求。伊是失败的，伊的结局是即个悲剧。总是伊落尾是做正确的决定，上落尾伊向上帝祈求。伊甲因带伊的迄个囡仔讲：有条码无？互我小摕一下。迄个囡仔戆戆就家己牵去到迄个条仔甲条仔中间，互摕。落尾伊上落尾一摆为上帝拍拼出力的时阵，甲迄个石条甲杀倒。第死3千个非利士人，伊一生个人是失败，总是伊完成上帝的任务。咱会失败，但是咱搁一摆努力，咱搁一摆拍拼，咱会跋倒，咱搁一摆转到天父上帝面头前。咱离开上帝，咱信仰的跋倒，总是咱搁一届转来到天父上帝面头前的时阵，咱的生命，咱就经历上帝的成功。求主帮助咱会当好好来管理咱的生命，互咱搁一届拍拼，搁一摆努力，诚侪好的见证，诚侪青年好的即款的典范，诚侪因学习的对象。咱先家己祈祷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，学习诚侪好的见证，祈求主的稳定听达，甲阮上较伫地，伫困苦的环境当中，伫这疫情严重的时期，你互阮祈求信仰搁较济你来祈祷，互阮主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有气力，互阮有勇气，互阮会当上帝呼求，祈祷靠耶稣基督圣主名。阿门。回应诗，非常请起立。回应诗611首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主
咱爱为着咱的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也认真为着咱的长辈来祈祷。为长辈无适合拍即个疫苗的，也有小朋友，像有即个小朋友的无适合拍疫苗的，咱真正来为伊来祈祷。伫疫情严重的时阵，政教会都要举起手来，为着咱所听的土地来做出声来祈祷。也为着咱有确诊的迄个兄弟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医治因，互因得到完全医治。告诉咱教会中培的囡仔，因会当出入平安；也告诉伫确诊当中的这个兄弟，因会当得到完全医治。也帮助还未有小组的这个兄弟，还未有参加 RPG 的这个兄弟，伊有家己的小组稳定来参加。然后伊会当有 RPG 的小组伫咱教会当中不断来即个来增加咱的 RPG， 所以求主帮助咱疫情赶紧来结束，也互小组所有的兄弟有小组有祈祷的生活，帮助因会当有领受上帝默默的疼痛甲恩典。咱也继续呼求三声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你们上帝，我呼求你，你是我的帮助甲归来，我的苦都来主来，我个来助你来祈求，助你来帮助我，我会当帮你这个疫情我尽来消息，你也医治我帮助，我的教会当中所有都会讲平安，让因的信仰上帝我看到主来，让因的人民把上帝回应，让我一道来祈求。主啊，这世界我们得到平安，主啊，无怕伊嘛，求主你是阮的命运，主啊，我们台湾的疫情，主啊，全世界的疫情，主啊，主啊，好多的问题，主啊，这个主啊，方面的问题，主啊，都求主你的施恩怜悯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你施恩，我们相信神的，这个世界神你在掌权，主啊，我们要健康、神和鞋子，主啊，我们要恳求主来赐给我们，主啊，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，主啊，求主你施恩，求主你来怜悯，主啊，我们台湾是属于神的，主啊，你是主啊，是我们台湾的防护罩，我们相信神，你不要来垂听，不要来怜悯，主啊，来保护你的百姓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深深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哇，车子。请技术来收奉献。
亲爱的天父，反节、平安节、赎罪节，拢毋是你所爱的。阮的兄弟啊，恁中间若有信袂真理的，有人互伊活转来通知伊，一个罪人若迷路，倒转来互会救伊的灵魂出世，搁会来举砍一个罪，这是主所欢喜的。阮也求主你来赐福阮兄弟姊妹因的奉献，或者金钱诚做事工的所用，愿主赐福，祈祷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祝福求恳，祝福查恳。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，信神的感动甲交陪，愿上帝所赏赐满满平安、稳定福气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对打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愿上帝主爱甲平安，甲咱大家伫地，